南社区大学台江分校的师生，以家己创作的台江诗歌，明仔载拜五，要伫台江文化中心来举办诗歌节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唱诗歌。台江地，你的母亲站门口。 伫咧台江一个土地生活，将思念的心情转换做诗歌。这是一张台江的地主收集平常时啊所创作的诗歌，伫咧秋冬季节举办土地诗歌节，邀请大家同齐来欣赏。咱台江文化，毋是讲咱有硬体尔，是咱有一个文学，会当来营造美丽美好的未来安尼。今年已经80几岁，五个做阿嬷囡仔时毋捌读过册，到60、70岁才进入社区大学学习。 照过去的记忆，用台语来写诗。毋是父母无公平，只有人命无怨天。甲火含叶啊，印伫手巾仔顶，再个写家己创作诗歌，互每一个人拢有艺术创作，同时嘛替见证200年留下纪念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